第七課交通課文。弊啦，搭錯咗車啦！快啲撳鐘落車啦！唔該，借名，我哋落車。去赤柱要坐6號車，唔知點解上咗架15號添。呢度係邊度嚟㗎？行返轉頭啦！行乜嘢啊？日頭咁猛，坐的士吧啦！坐的士好重皮㗎喎。哈，有 van 仔嚟，4個人30幾蚊搞掂。唔該，前邊6號車站有落。呢次睇定啲先至好上車啦。重點詞彙：弊啦，搭錯車，撳鐘，落車，唔該，借名，號，唔知點解，價，添，行返轉頭，猛，喺30幾蚊，蝦 van 仔，緊，呢次睇定啲先至好。補充語彙：詞語，逼車、轉車、塞車、電車、火車、隧巴、買飛、儲值飛、八達通、排隊上車、繁忙時間。句子：我住慣住屬北角，落樓行幾步就有電車搭，再行出去有巴士、地鐵同埋 van 仔。夜夜返屋企都冇有怕，出到碼頭嗰邊仲有機場巴士搭添。短文朗讀：上個禮拜日晚，李先生約我聽音樂，講好7點3喺中環恒生銀行嗰度等，點知我搭錯巴士，搭咗去灣仔先至落車。我住喺九龍，香港嘅路唔係幾識行，當時我想行返轉頭，又唔知要行幾耐，想搭 van 仔，人又逼，只好搭的士啦，結果又塞車，等到7點半先至去到。